在迄年来做准备。 管理这个所在，会当为着传扬主你的福音来徛起，无论风雨，主你的稳定永远到。 接下来是由我们富强教会圣歌队管弦乐团带来的圣诞节清唱曲《普世奇欢唱》。咱三甲组织团讲伊妈瑞丽，就是上帝甲咱基地的故事。 起头，上帝创造人类来显，总是人类却无选择伊，一摆搁一摆，因离开上帝，总是上帝却无放杀因，伊继续呼召因，不断地听因。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的地下有光照因。 因虽然行伫黑暗中，上帝百姓却要记得伊是真光。因就试用家己的方法，要倒转去归向上帝，总是因无法度。伫极其痛苦中，因就向上帝啼哭哀叫。上帝听见因的声，伊就做一个计划。有一个囝想使咱。 伊要负担国政，伊的名要称作奇妙无事、全能的上帝，永远伫地下和平的人君。 神的子民在黑暗中行走太久了，以至于
他差派了一位天使传讯息。他差派了一位天使传讯息给一位名叫撒加利亚的祭司。天使对他说：“撒加利亚，不要害怕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，归于主他们的神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神为他自己预备。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，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。”办好势啊！上帝特别讲，家的一人，名叫约瑟。降临世间，伊无经过人的动作，也是无经过人的动作，也是想玛利亚。
神欢心，因为神成就大事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：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 上帝已经为着伊的百姓降临啦，伊互因知因着怎样活出伊的活命，伊阁互因知道路。当伊对世人中搁活以后，伊一切所做，毋是只有为着历史的一小部分，乃是为就是伫大笔的宝座甲伊的国。 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保护伊，对答到永远。上帝已经为着咱，我的心尊敬主最大。伊当为着咱降临，伊伫即时已经降临，每一遍